第8集靜中見真。星期日，讓心靜落嚟，聽下佛說嘅智慧。靜能生慧，定能見真。喺現代生活節奏咁快嘅環境下，靜好似變成一種奢侈。但佛法提醒我哋，真正嘅智慧唔係喺喧鬧中誕生，而係喺寂靜中浮現，心先至有空間去照見真相。靜唔係空白，而係深層覺察。當你靜落嚟，你唔係咩都冇做，而係開始聽見內心真正嘅聲音。你會發現自己嘅情緒、慾望、恐懼，原來一直都喺度，只係平時太嘈，聽唔到。靜讓你學識唔再被牽住走，而係學識如何與自己和平共處。靜唔係逃避，而係回到自己。喺忙碌中，我哋容易被外境牽動，情緒起伏，念頭紛飛。但當你靜坐、冥想、觀照，你會發現好多煩惱其實都係自己諗出嚟嘅。靜中你見到真相，動中你見到幻象。修靜就係修心，每一次靜坐都係一次回歸，每一次觀照都係一次覺醒。靜唔係要你離開世界，而係讓你更清晰咁活喺世界。呢個禮拜佛說金句：心靜自然清，意定萬事明。當心靜下嚟，世界就唔再混亂；當意定下嚟，人生就唔再迷失。下星期再見，願你眼中有光，心中有慧，靜觀世界，自在前行。多謝收睇。